我要跟各位报告，盈科法师是宋朝的一位法师。今天借用这个机会来给各位大家分享他往生的公案啊。宋朝有一位出家师父，他叫盈科。他虽然出了家呀，但在戒律方面毁患很多，没有按照佛法的清规戒律来做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良心发现呐，就说道：“哎呀，麻烦哦！像我这样酒肉也没有断啦，其他很多戒都有毁患的这种出家人，不单是白白出家一场，甚至于还要堕入地狱呀。”他没有修学什么法门啊，因为没有道心。现在呢是良心发现了，因此他心中非常惶恐，担心自己将来可怕的果报。在某一天呐，他看到隔壁的道友在看一部《往生传》，便借来看看。看了之后呢，心里就有数了，就说到了：哦，原来念佛的人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。他一念转过来，就非常勇猛地开始念佛，发誓7天不吃不喝。他说：“我造罪太重了，堕入地狱不得了。念佛能够到西方，干脆我现在就念佛去，我不吃也不喝了。”发了这样的心以后，他就把门关起来了，一个人在房间里精进念佛，念到第3天呐，阿弥陀佛真的来了啦。他见到阿弥陀佛，就跟阿弥陀佛说：“佛陀啊，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！”阿弥陀佛说：“啊，你的阳寿还有10年呐，这10年当中，你好好的修行，到你命终的时候，我一定会来接引你往生的。”盈科法师跟阿弥陀佛说：“哎呀，那不行，那不行！阿弥陀佛啊，我这个人下根劣质啊，我怕这么长的时间，我的意志力很差，在这10年之间呢，还不知道又要造多少罪业呢。祈求阿弥陀佛慈悲，早一点把我接去。这10年的阳寿，我不要啦，我现在就跟你走啊！”阿弥陀佛接受了，便告诉他：“这样好了，3天之后我来接引你。”盈科法师啊，听了很欢喜，于是他开门出来，告诉大众啊，3天之后他要往生。寺庙里面的人呢，都对他很了解啊，知道他平常无恶不造啊，破戒犯规，3天之后哪里能够往生呢？但是看他的口气，又不像是打妄语，好像是真的。反正呢，3天的时间也不长嘛。大家就等着瞧吧。3天之后啊，大家把早课改为念佛来为他送别啊。但许多人心里都是这样想：看你如何往生，如何收场。想不到阿弥陀佛果然如期的前来接引他。盈科法师真的走了，非常殊胜的往生西方净土啊。各位，我们由这个公案可以证明佛讲的话是真实不虚，也证明凡夫甚至于罪业很深重的人都可以带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况且就像盈科法师这样造作地狱重罪的人，能诚心的忏悔，专心的念佛，3天就能感召阿弥陀佛前来。正说明我们人如果信心坚定，信愿深切一心念佛，必能往生佛国的净土。这个是值得我们大家警惕，随时要反省，知道说佛的大慈大悲不舍弃任何一位凡夫众生，所以人人都有希望，人人都能安心。不管你过去做好做坏，你是个善的人恶的人，只要你能够回心转意，一心念佛，阿弥陀佛永远不放弃你的。感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